喂喂，你事情哦。剪头发对。就可以知道我在台上都被操纵。他为什么连着我？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是2023年最后一天，嘛是最后一个主日。感谢主，互咱会当做伙组织伫遮来做礼拜。过去一冬，毋管咱是有拄着好诶代志，还是歹诶代志，咱拢真感谢主，互咱平安过了一年。现在就互咱来过去诶一冬来甲伊说拜拜。咱就来准备心来迎接2024年。咱即马来做伙来练习今仔日2首圣诗。第一首是圣诗第68首，主耶稣放撒你宝座的冕旒。其实即首诗歌是圣诞节期时常吟的，真出名的一首诗歌。伊的歌词就是恳求主耶稣会当来到咱的心中做主。伊的作词者一个艾利欧特伊米利，伊是一个圣公会牧师，伊的祖囝，伊捌为着家己所在迄个牧区，伊嘛写真侪圣诗，嘛为着病人甲有欠缺的人来做圣诗，总共有48首，拢收集伫伊的一本册内底。即首诗歌是为着伊的爸爸伫一个圣马可教堂。伊个圣诗班所写，会当原咱呢会当将咱心中上重要的迄个位置来留互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咱来尊主最大，咱就会当得永远的平安甲喜乐，咱心内嘛袂过丧香。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60到第7节，伊嘛咧写讲，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，同坐伫天里。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受属咱的仁慈，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有。咱上美好的财宝就是主耶稣甲咱伫地。咱来做伙来吟这首圣诗，圣诗第68首，主耶稣放在你宝座冕旒。
团主最后为耶，总是主感谢你面当的酒，可看别来最难有，下来令我心中有手，令我心无畏退不走，回家无休有的无康光，你了就来显光，总是主耶稣烟草最成功，你同样的救济光芒，下来令我心中耶稣，令我心无畏退不走。好，咱练习30就好，愿主耶稣会当立伫咱的心，吼，伫咱的心中会当做伊的宝座。第二首诗歌是圣诗第192首，你的话若活水江河。这首诗歌是对巴西来一首圣诗哦，伊的歌词是咧肯定圣经内底上帝的话语，伊的功能，就亲像活水的江河，互咱会当得到经营，就亲像天国的种子，为着咱来有备永生的宴席。伊嘛亲像一面镜，互咱会当看见家己咱的真相。互咱会当思考，咱有啥物欠缺，会当反省咱的信用。伊嘛亲像一支双面的内镜，会当互真假会当分明。嘛亲像一支光灯，会当照光天国的路程，带咱经过迄个辛苦佮遥远迄个路，会来到伫天国。伫路加福音第8章，主要说伊嘛用种子的譬喻来教导咱，上帝道理就亲像种子。咱就爱将伊种伫好土地，就是咱人用好佮善良的心来听道理，嘛接受伊，佮吞忍来结实。互咱来对着即首诗歌伊真美妙的迄个旋律，咱做伙来吟，愿上帝的真理，嘛会当亲像活水江河，流伫咱每一人的心内，成做咱的快乐。咱做伙来吟，由第一节开始。请恁备班先来准备今日的礼拜。
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恁着学老上主，对天顶学老上主，一悬的所在学老伊，伊会种使者，恁着学老伊；伊会种天君啊，恁着学老伊。三角来吟诗学老上帝，圣诗68首，圣诗68首，请起立。
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跌倒林内受苦，定是未嫁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圣搁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圣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用启应文5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车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因受称做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的带领，互阮规年通天拢有你的眷顾。伫顺境的时，阮要欢喜而乐你，阮要向你献上感谢；伫逆境的时，阮要专心倚靠你，阮更加要对心底大声而乐你。求你帮助阮有信心，完全交托你。你是阮生命中的大牧者，要带领阮来行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用慈爱的声呼叫阮，伫阮迷路的时，带阮行倒转。你治愈世间上的每一个人，亲像牧者走找迷失的羊，互阮伫混乱中通找到方向。阮要跟对你的脚步，无歪错。求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。感谢你用风声甲疼来引带阮，互阮一生的年日点伫你得福气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儿乐你，照着耶稣基督降生伫马槽，带互人类平安、疼甲望。阮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赏赐互世间，互阮伫黑暗中通看见真光。阮要谦卑迎旨你伫阮心中，求你感动阮来跟对你的脚步。你赏赐生命的活水互阮，你赏赐真理的话语伫阮中间，互阮认捌你，也认捌家己。求你帮助阮，愿意来顺服你，知影什么是你对阮的要求，互阮的所做合伫你的教示。你的所做常常超越阮所想的，求你使阮有智慧，知你的心意，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，一生拢归向你来得到拯救。愿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人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意在伫新约。不好意思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2章25节到38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6页。新约路加福音书第2章25节到38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6页。拄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人，名叫西面。即人伊搁敬虔，平时信牧。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点伫伊，伊捌得到圣神指示，知伊也未死，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，就入殿，拄啊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，要甲伊照法律的例来行。迄时，西面用手接婴仔，学了上帝讲：“主啊，打照你的话，得讨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。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。”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，做光来照外邦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。伊的爸甲伊的母伫咧奇怪所论婴仔的话，西面甲伊祝福，搁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：即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。侪人起来，也受这辩驳的记号，搁你家己的心也要有检察透过，互侪人心内的念头会落出。搁有亚瑟的支派发来你的查某囝阿拿，伊是做先知，年岁已经老。对在世女的时，嫁互丈夫7年久，就守寡84年，拢无离开殿，敬食祈祷，每日服侍。拄迄时，伊进前称谢上帝，对见那信牧耶路撒冷得到赎回的人，讲起即个婴仔的事，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《双面岛的福音》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是一个会堪得听候的人吗？我会记我有甲大家分享，我是一个真无耐性的人，连泡面的3分钟我拢无想要等。但是嘛，袂当好啉的就是安尼人哪来哪济，所以咱生活的速度嘛哪来哪紧。亲像即摆的青红灯号会甲咱讲，阁剩几秒。当秒数一秒一秒在减少的时，咱目睭紧紧看。然后秒数一结束，咱就敢若是马拉松选手共款往前冲。咱若去大卖场，嘛会选迄个看起来买较少，也是收银员动作较紧的柜台去排队。甚至咱看同样的广告，亲像减肥、学英语、借钱的遮个广告，嘛一再强调快速、有效率，短期内会当完成。因为安怎？咱拢毋愿意听候。即种快速的风嘛，吹到教会内面。若有对国外来迄种教会增长策略的研讨会，拢爱做体育馆迄种规千人的场地去办理。但是若亲像圣经公会班的查经班、圣经研读班，一个教室的座位就够额。为什么安尼咧？因为教会牧者嘛拢仰望教会会当伫短期内面快速来增长。我会记得伫几年前参加中会会议的时，迄届中会议长伫会议的内面分享因的教会所做的事工，讲迄有安怎好，有安怎好。但是伊的结论是讲，恁想讲灵性养成无撇步吗？当然有撇步，这就是啦。伊竟然认为灵性的养成会当伫1个月的初信栽培，伫3个月传福音的训练，也是半年服侍训练就会当达成。
当然，这个课程会帮助咱对信仰、对教会有较侪了解。但是上课的人的灵性敢保证拢会提升咧？灵性的程度无法度用一个时间表，也是用一种的标准来评估。但是伊会伫咱拄着代志，也是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就马上显现出来。伫问题来临的时，咱的本性是毋是就马上佫走出来，然后用生气、用怨愤来面对咧？所以耐性、听候，真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期待真悬，但是等到的结果，较互咱感觉失望。有时咱等啊等，较等袂到任何代志有发生。毋过咱袂当因为安尼就停止听候，就毋愿意听候啊。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，耐心听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亲像耶稣有讲几啊个夜景的譬如，种子要生长，到互人会当收割，是需要时间的。耶稣嘛讲过，主人交托奴仆钱财譬如，主人伊离开，然后转来验收，嘛互咱看见是一段的时间。甚至咱的主耶稣，伊互定时日价死，伊嘛是等到第3日才过活。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一段关系听候的安尼的一段经文，咱做伙来检验家己，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在听候主耶稣会过来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关系2个伫圣殿内面看见婴仔耶稣的老大人。但是我要将焦点放伫西面即个老大人的身躯顶。西面伊用伊的一生伫听候救主的来临。虽然已经等到变老人啊，但是西面无失望，伊无怀疑，伊继续陪伴家己。然后伫迄天，上帝互伊看见。毋过为虾米西面伊看会见，其他遮列比？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民众，甲看袂起主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咧。咱知影对旧约开始，犹太人拢伫期待弥赛亚的来临，因为当即个民族的救星一到，不但会拯救因脱离外来政权的统治，并且会解决因所有的困难。但是耶稣来以后，到现代，犹太人要继续伫等。因无相信耶稣就是迄个拯救者。毋过，咱看见今仔日的经文，西面甲遐个无信的犹太人，因伫平素拢有领受上帝的话，因拢有领受对正先知来的应允。但是为虾米西面会当看见，遮犹太人、遮祭司、遮法利赛人，因甲看袂见咧？相信西面一定有一寡特别的所在。西面的名意思就是会听的人，伊伫圣殿会当出入，有可能伊就是一个列比，并且经文描写伊公义佮敬虔。公义佮敬虔即个形容词，代表是一个人伊伫律法的顶面是无通指责的。另外，伊平时行目迄个安慰以色列的，伊会有弥赛亚的愿望。为什么伊会有安尼愿望？是因为伊熟读上帝的话，伊知影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一定会来。但是，予囡仔来到圣殿献祭的父母甲囡仔遐尼多，为什么西面会当认出主耶稣咧？伊毋是乱要的，经文嘛甲咱讲，伊是得到圣神的启示。所以咱看见西面的等。伊毋是空空伫遐等，伊是有备办好势伫遐等。嘛因为安尼，当西面一看见主耶稣以后，伊讲出一首后来人称作西面颂的安尼一首诗，这嘛伫咱的圣诗内面嘛有。伊安怎讲？主啊，担照你的话，伫讨帮你的奴仆安然过世，因为我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。做光来照外邦，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。
西边有非常大的信心，伊即时敢若看见迄个婴仔耶稣，伊还袂看见大汉了的耶稣世界去传福音，世界伫遐施行拯救。但是当伊看见即个婴仔耶稣，伊知影伊已经等着啊。对伊来讲，上帝会当随时调伊去，因为伊已经看见救恩，伊已经心满意足。兄弟姊妹，咱呢？咱嘛拢伫听候期待主耶稣第二摆会来临。但是咱的听候，敢是啥物拢无做，空空伫听候咧？西面伊读上帝的话，所以伊的等待、伊的听候是有根基的，并且西面有信心甲伊同在。信心是袂甲一个毋愿意悔改、继续活伫罪恶内面的人同在。咱是毋是愿意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互信心来换新呢？咱千万毋通认为讲我领洗礼就是得到即个入场的票。咱嘛毋通想讲我领受圣餐就是有遮有保庇。西面的听候，互咱看见，咱伫听候的即段期间，咱需要敬请，咱爱持守咱的信仰，咱才有气力会当听候。若无，世界真侪声音是不断地欺骗咱，迄无影啦，已经过2000多年啊，主耶稣拢无来，迄是骗人的。咱会当想象，当西面伫玛利亚甲约瑟的面前讲出讲，主啊，担照你的话，咧讨望你的奴仆安然过世时，即对夫妇有偌戆影。但是伫下一段话无藏伫四面爽的内面，即段话搁较互人戆影。西面讲，即个婴仔是有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，侪人起来，也要受辩驳的记号。搁你家己的心也要有一剑插透过，互侪人心内的念头会露出。当父母带囡仔到圣殿，伫遐献祭，因内心期待是啥？是这个列比会当祝福因的囡仔，会当高大汉，会当健康平安。但是无想到西面的祝福，竟然是安尼的祝福。咱中间若有做父母的，咱一定会对咱的囡仔有期待。特别是做妈妈的，你可能仰望伊会当做什么款的职业？你仰望伊有什款的人生？但是你搁较仰望的是，即个囡仔会当甲人和，会当平安顺遂。但是无想到，玛利亚伊所听见的，较毋是安尼。当时的约瑟甲玛利亚即对夫妇，因徛伫西面的面前，但是西面较是特别转往玛利亚即个做老母的来讲出即段话。这嘛，互咱想起伫圣经内面有几啊摆记载，玛利亚伊面对伊无法度明白的代志的时，伊拢是藏伫伊的内心。即摆嘛是共款，面对西面的话，玛利亚虽然无明白，但是伊嘛无马上拒绝，伊继续藏伫伊的内心，不断思想。今仔日12月31号，咱游园是伫圣诞周期的内面。伫即段期间，咱的圣诞的装塔嘛继续伫伫咱嘛有圣诞树，咱应该继续欢喜庆祝耶稣的出世。但是为什么教会历会将今仔日即段经文放伫今仔日，叫咱来读咧？因为即段经文要揭示咱圣诞节真正的意义。即个世界也是咱教会伫庆祝圣诞的时，拢是将焦点放伫真温暖、真美好、真甜蜜的部分。但是圣诞节的意义毋若安尼。伫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，耶稣家己嘛有讲：无伫拍算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，我来毋是要互伊和平，就是血路刀剑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当一个人接受呼召，伊想要重拾过温度的生活的时，一定会带来冲突。这个冲突毋若是人甲人中间的冲突，
价值观无共款的迄种冲突，并且嘛会带来人家己内心的冲突。亲像西面伊的预言第一部分提到讲，即、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，侪人起来，也做受辩驳的记号。咱知影耶稣的福音，伫接受的人的内面是产生真大的对比。心硬的人，因毋愿意接受，因起来攻击耶稣；但是愿意接受的人咧，因的内心、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。为什么伫经文内面会讲跋倒、跌倒？这是因为当咱愿意接受耶稣，咱就爱互耶稣成做咱性命的救主，做主成为王。这表示咱性命所有的部分，拢爱破碎，然后降服伫主耶稣的面前。但是当耶稣的光一照来，咱内面所有的黑暗拢显明出来。毋若是咱外在的罪，咱内在的污秽罪完全拢显露出来。请问，人敢会感觉真舒适？人敢会感觉真欢喜咧？无可能。因为内在、外在的罪，若拢互显出来，非常无民主啊！即非常互人无舒服的一件代志。所以咱巴不得会当将所有的黑暗拢总暗藏起来。这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，所审判的就是光入世间，也人爱暗较过头伫光，因为伊所行是歹。既若做歹，怨恨光。也毋就近光，行了伊的所做受责备。但是对伫一寡愿意互耶稣改变的人来讲，伫当时罗马人统治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危险。当时罗马人有真侪神明，因嘛会伫公开的场合伫遐来拜罗马的皇帝。但是基督徒信的是独一的上帝。当时的基督徒嘛无宗教人员，嘛无一个看会见的神明，甚至连一个敬拜的神庙、一个敬拜的所在嘛无献祭仪式。这物件伫罗马人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的奇怪。加上这基督徒，因伫市场，因伫因的工作场所，因伫交易的所在，因拢拒绝这罗马神明伫遐下拜，所以开始罗马人攻击因，互基督徒无法度伫遐做生意，无法度做买卖，严重的甚至基督徒会互掠去即个监狱内面来关起来。所以对这咱就会当知影，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，不但是犹太人。嘛有罗马人的迫害，所以这就是西面所预言的。这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，侪人起来，也做受辩驳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安尼的代志，毋若伫2000多年前来发生，咱即马嘛是安尼。甚至咱会当讲，因为现代人哪来哪毋惊神，所以基督徒面对的限制。甲排斥嘛，一定会哪来哪济，但是咱敢有避万心咧？有一个青年甲我分享，伊离开过去迄个薪水真悬的头路，是因为伊的公司做一寡无合法的代志，伊四界去申诉、求助，拢无法度，甚至伊最后互警告讲：你若继续搁插落去，你会有性命危险。伊发觉伊伫规个系统的内面，伊看到有个人已经互收买。你若无法度忍受，你就家己离开。最后伊无法度，伊嘛毋愿意屈服伫迄种扭曲的价值观下面，伊选择离开。当然，薪水差真济，绝对会影响因的生活。但是我甲伊分享。这就是耶稣伫山顶的宝训内面所讲的：为着义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为着我，人将累霉恁、困着恁，
诽谤恁妄行的歹，恁就有福气，就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。因为你进前会先知人，人嘛是安尼昆着因。迫害无过是乖家斩头，才是迫害。当咱因为信仰，无法度互社会，无法度互世界接受，这也是一种的迫害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请咱爱避免好势，安尼代志一定哪来哪做。因为一旦咱接受耶稣的价值观，就表示咱会甲世界的价值观开始有冲突。这个世界爱咱往顶面行，你会当爬偌悬，你就爬偌悬。但是耶稣用伊的性命教导咱，屈家成做奴仆，互相洗骹，彼此相听。安尼行为有可能互人看做咱是戆人，但是伫规个信仰的历史的内面，咱无孤单。因为所有互主耶稣改变性命基督徒，拢是安尼伫军队，并且咱嘛知影，咱会安尼做，毋是咱戆，是因为咱带着一种期待，咱带着一种确信，就是主耶稣确实会来。将来咱得到的赏赐会比现在搁较好。这毋是讲以后咱会伫上帝遐有黄金的厝。有宝玉的椅仔通用，因为未来好是任何世间的物质无法度比并形容的。伫迄时，咱会甲主做伙；伫迄时，咱永远喜乐，无有任何欠缺。但是西面无讲到安尼就结束，伊继续玛利亚讲：，佮你家己的心，嘛要有剑插头过。咱知即件代志伫未来确实发生啊！因为伫主耶稣互人钉十字架时，伊的老母玛利亚是徛伫附近，看家己的囡仔伫受苦。伫耶稣出世进前，天使对玛利亚显现，讲一寡话。到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过程，嘛有发生一寡真奇怪的代志。这拢互玛利亚知影，伊家己的后生就是弥赛亚。但是玛利亚敢有想到，耶稣会赫尔少年就死？伊敢有想过，耶稣是会死伫罗马刑法所判迄个上重的罪，迄个十字架的重罪咧？所以就亲像即个西面所预言的，一个做老母的，看见钉伫十字架顶的后生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伊的心亲像互剑插头过共款，互拆做几啊片，拢破碎啊！但是安尼预言，毋若是讲互玛利亚听，安尼预言嘛是讲互每一个听主、军队主的人听。因为当咱决意军队主，当咱伫面对家己的价值观。甲主耶稣的价值观互相冲突的时，咱有可能嘛会拄着亲像互剑插头过的迄种痛苦。譬如讲，你伫公司，你伫工作上，若拄着有人送你红包，信主进前你可能会收，因为大家拢在收。但是现在你是基督徒啊，收也是毋收，就是一种内心的冲突。你的同事拢在收。你敢要收？这嘛是一种冲突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有拄过安尼类似的冲突，互你的心敢若互即个剑插过安尼冲突，恭喜，你是一个真实军队耶稣的门徒。但是你若从来毋捌有过安尼的感受，可能就要好好来思考咱家己的信仰是甚物款的信仰。因为19世纪有一个主教叫莱尔，伊捌讲过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，每一礼拜拢上教会去做礼拜，并且自称是基督徒。因的名互列做伫受洗礼的名单的顶面。因在世时互看做是基督徒，
因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举行婚礼，因死的时嘛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互埋葬。但是你从来毋捌看见关系因信仰的精进，因对属灵的精进，因对属灵的努力，因属灵的冲突，自我否定、敬醒甲高正，对因来讲一无所知，因拢毋知影。即种的基督教，毋是圣经的基督教，这也毋是主耶稣所设立伊的门徒所传的基督教。真正的基督教是一场的战争，兄弟姊妹，是一场的战争。但是伫即场的战争内面，咱要安怎才好咧？这位主教嘛继续讲，上帝子民有两个极大的特点：伊内心的精进，甲伊内心的平安，就会当认出伊。咱的内心有一场的战场，但是主耶稣应允，伊会赏赐咱有真实的平安。所以即场战争的内面，咱若倚靠耶稣，耶稣所赏赐的平安会帮助咱来得胜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得到即个真实的平安呢？当咱内心迄场战争得要拍起来的时，内心咱爱反悔，咱爱悔改。悔改就亲像咱的腹肚内有生一粒的物件，要解决伊，只有请医生拍开咱的腹肚来切掉即个物件，咱才有可能会恢复健康。当然，手术的过程会流真侪血，你伫恢复的过程嘛真疼，但是只有安尼，咱才有可能来恢复。同款，面对家己的罪，咱无法度替家己来处理。唯一的方法就是交互主耶稣，请耶稣来处理。这个过程有可能互你真艰苦，毋过嘛只有安尼，咱内面黑暗的部分，才会互耶稣来扫除清气。但是你若讲我足惊疼的，我毋愿意互耶稣医治，咱就永远无可能会当得到悔改所带来迄个真实新的平安。另外，咱伫经历咱内在迄个冲突、迄个战场的时，咱嘛爱顺服。咱拢知影，其实咱家己的个性拢无偌好，所以当耶稣的光一照来，咱会感觉真冲突。毋过，咱若是执意，我也是要照我的个性，我所爱去行，这甲信主进前的生活，敢有啥物无共咧？拢总共款嘛。但是，咱若愿意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伫内心高振迄个战争发生的时，因为主耶稣所赏赐的平安，咱就有可能会当讲出，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伫圣诞的节期，咱看西面即段预言，真正是伫提醒咱，咱伫庆祝圣诞，但是咱嘛爱备办好势。来面对因为信仰所可能产生的这冲突。当你准备好势，这冲突来的时，你就袂戆影，你就袂惊吓，并且咱嘛相信，主耶稣会面对咱，会帮助咱来面对这一切。因为当这攻击亲像刀剑往咱飞来的时，耶稣已经用伊的身躯来抵挡所有的一切。伫以赛亚书有讲安尼一段话。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，受侪侪苦痛，定定拄着忧闷。伊受看轻，亲像互人黄面毋看一样，咱也无尊重伊。但是因为安尼，咱来得到医治。咱要忠健，当然大声爱破嘴，但是咱毋免惊吓。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咱付出伊性命的代价，所以伫这冲突的内面，咱毋免哀怨、屈服，因为主耶稣也要透过这个，要忠心来启造咱，愿咱勇敢跟着主耶稣来进入真正的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为着阮出世，总是伫阮的内心有侪侪的颠簸。阮毋愿意接受你，成做阮性命真正的救主。主啊，伫即个圣诞的周期，
阮欢喜庆祝，阮也搁一届恳求你，扫除阮内心的罪恶，互你会当真正成做阮内心的王，做主。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。主，阮知阮真软弱，阮定定互世界的声欺骗。总是主恳求你一再提醒阮，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即个弥赛亚已经来，伊将来也要搁来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为着恁是做囝，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，后叫讲阿爸爸啊，亲像安尼，你毋是犹原做奴仆，就是做囝。既然做囝，就对上帝来做服事。加拉太书4章6节到第7节。为着恁是做囝，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，后叫讲阿爸爸啊，亲像安尼，你毋是犹原做奴仆，就是做囝。既然做囝，就对上帝来做服事。加拉太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92首，圣诗192首。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庄博雅执事、陈秀儿执事、王恩信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第2点，请详细到1楼摕明年度第1季正月到3月圣讲事奉表，迄是去教会的网站，甲摕新眼光的读经。第3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参加。第4点，小会定伫2024年2月14日要召开会员贺会，为着要编印会员贺会手册，请各事工组、各团体部分，请交服务区来统合。伫今仔日进前，将会员贺会手册的内容甲决选交予小会书记庆仁长老或是牧师。第6点，教会定伫2024年2月9，就是除夕迄暗6点，要伫教会举行爱在松山除夕围炉的活动，欢迎袂当转去或是单身或是小家庭来参加，也欢迎邀请朋友来参加。为着要备办节日，请伫正月21伫1楼公布栏来登记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按中集来订正。周间聚会甲后周圣讲事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来补充报告，咱的李世珍兄弟22月27号蒙主文调，定地过来拜6早起8点，要伫第2殡仪馆智仁2厅。智仁2厅就是新起的迄个厅，智仁2厅伫遐举行个别礼拜，互咱嘛做伙伫即个个别礼拜中间，咱做伙来参加，甲因的遗族做伙伫遐来陪伴因。吼，伊遮的囝儿新妇吼，拢毋是基督徒吼，所以咱做伙来陪伴因，来度过即段期间。吼，即是咱来祈祷。互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士祈祷，互咱伫台湾真和平平安徛起。总是咱看见伫世界乌克兰、伫加沙走廊有侪真残忍的代志伫遐发生，咱恳求主的怜悯，咱嘛时刻为着遮个所在祈祷。互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愿英甲明医，为着伫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，庆福兄伊已经伫处理疗养，互咱恳求主保守帮赞，为伊祈祷，嘛为着林水长老、清真兄、杏实姐、慧玲姐、秋菊姐、白长老娘、阿卡姐、西江兄、民主姐、邓妈妈、金生兄、道明兄、俊成兄、赵雄兄、应轩、张老师、公基姐、陈其雄长老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。各元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，吼，咱为着遮个事、遮集体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会当来去引人来就分离捌的，我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，来亲自动乱，愿恳求你的意志，你的里面，来世界传福音的遮传教士，恳求你帮咱，我个祝福因所做的工。
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，阮的信心真实，阮要为着即个世界，阮看见做多会战乱、动乱、不安的祈祷。总是虽然阮的信心小，阮相信上帝你有美好的带领，阮也相信上帝你有好的旨意。主，恳求你引带保守伫战争，也是伫天灾，是真济饥荒不安的所在。恳求主，你赏赐你的和平，赏赐你的光，来成做当地的人的引带。主，阮也为着伫世界逐所在传福音的宣教师来祈祷。主，互遮个宣教师因伫每一个所在，因所做的工拢有效果。主，恳求你看顾因甲因的家庭。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，互因甲因腹肚内囡仔拢平安健康成长。也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个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因伫厝里会当得到厝内人好的照顾，会甲陪伴。也恳求你保守遮个厝内人，互因佫较侪对你来听，甲耐心，会当来陪伴遮个病人。主，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赏赐教会，会当伫，互阮有智慧，会当伫即个时代做你应爱阮做的遮个代志。主，恳求你帮赞，当你将传福音的使命交托互阮的时，阮是毋是也勇敢去传福音？主，阮恳求你保守所有兄弟姊妹，阮伫阮的言行举止，拢会当有好的见证，互阮四周围的人会当受吸引来认捌你，来就近即个光。主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伫明仔载就是新的一年。主，阮感谢你对头到尾今年的看顾，阮也相信你伫明年伫新的一年，你也共款要引带阮。恳求你帮赞，互阮用信心来跟缀你来行。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，圣诗396首，圣诗396首。吟诗后，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